載同行，30載時光。今日我哋聚首一堂，慶祝協會呢個重要嘅里程碑啊！對於我哋精英運動員協會嚟講咧，呢30年咧唔單止係時間嘅累積，更加係咧一條用汗水、信念同埋愛心鋪出嚟嘅路啊！30年嚟，協會由創立到而家，一路都堅持發揚體育精神，團結會員嘅力量，推動本地嘅體育發展，推廣同提升精英運動員嘅公眾形象嘅宗旨，見證住香港體育事業嘅蓬勃發展。今年適逢協會30週年，別具意義。精英運動員協會喺96年成立以嚟，一直係團結一眾現役同埋退役嘅運動員，積極推廣好多唔同活動。我喺度衷心感謝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喺過去30年嚟嘅努力，凝聚同埋發揮運動嘅影響力，建設更美好嘅香港，貢獻力量。精英運動員協會呢，其實今年亦都借呢個30週年啦，我哋有一啲新嘅口號喎，就係聯成卓越，關懷社區。我哋嗰個目的呢，就係想進一步團結我哋香港嘅精英運動員，嚟到去開創先進嘅社區體育發展同埋福祉啦。30年呢，其實只係一個起點嚟嘅啫。咁我呢都好希望借住呢個機會，誠邀大家，我哋一齊攜手喺嚟緊嘅日子裏邊呢，成個社區更加多人可以接觸到做運動，同埋親身感受到做運動嘅好處。聯成卓越，關懷社區，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30週年，耶！